在地新闻，互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中和台64快速道路，伫昨深夜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一个27岁青年骑重机车高速来追撞着头前无开后车顶的多元客停车，这个骑士是当场喷飞送病院抢救，救无倒来往生了。外界怀疑是因为重机车的骑士骑伤紧，引发着视觉隧道的效应，所以看无头前车的状况。但是有经验的重机车的骑士讲，这种视觉隧道的效应，其实是会互视线锁定伫正头前，就是因为互追撞的这台轿车无开车尾灯，车身阁是黑色的，根本就是隐身伫黑暗中，这才是造成死亡车祸上主要的原因。半暝快速道路内侧车道，一台黑色轿车驶对头前，后一秒一台重型机车完全无减速，直接撞到轿车的车尾，撞甲真正力，而且佫呛烟，骑士当场喷飞倒伫涂骹无动静。车体碎片拢散了了，轿车后挡区拢冒气变形，安排重型机车变作废铁。代志发生伫昨暗时10点外，新北市中和区第64线，警消接到通报到场，姓纪的重机骑士已经无喘气，送病院也是重伤不治。初步了解，骑士当时车速敢若超过100公里，可能是出现视觉崩空效应造成憾事。嘛，就是车速愈来愈紧，人的目睭视觉会暂时停留的特性。视线集中伫正头前附近的路啊变甲灰灰，发生意外几率嘛对咧增加。建筑物或者是树木，它在从我们旁边这样子经过的时候，你可以觉得自己速度有多快。可是当我们在快速道路上面的时候，这一块比较没有，所以你无形之中你会失去那个速度感。一时警方调查面才发现，轰撞的这台多元客停车根本无开车尾的大灯，敢若有2片反光板有倒微微的红光。实际测试在昏暗的环境之下，有没有开启车尾灯，识别度真的差很大。而驾驶就供称，事发当下他已经打开 Auto 功能，但车尾灯却没有亮。上下的角度，还有左右的扩散角，还有可视距离的规范是相当明确，也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在交通环境中的存在。专家讲，暗时赛车车辆拢有固定的灯具规范，才会当确保后壁迄台车的能见度。这摆多元客停车无开尾灯是事实，警方嘛依法交通法规来开单，驾驶嘛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函送，轰撞的瞬间，驾驶阁有载人客，含乘客2个人拢有车伤。重机骑士拄结束和朋友的聚会，骑价值50万的重型机车，准备要转去，想要到头发生死亡意外，到底是超速还是车顶无倒，才会造成车祸？敢会等待调查。